位来宾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我要朗读的是饲鸡阿姨黄家辉。伫机场迎接阿姨，想着伊抱一时仔的愿望离开台湾，走去青云的中国，看会当得到仙丹妙药来医好即身躯的病痛无？可惜倒转来的时，煞干若剩一枚骨头糊，放伫阿皮哥哥的双手顶。西讲上紧，大番仔赢赢飞，伊张一声，下课咱转来啊！大家过一摆目可红，目屎滴。阿姨，你定着会毋甘你双手打做起来的鸡寮，毋甘用尽五彩十色的花布，毋愿着安尼放杀你所爱的人。阿姨，你转来故乡啊！你转来啊！安怎嘛想袂到，已经看无你，袂当搁听你唱迄条天星破天涯。你烧落的身躯化作一枚冷冷白色的骨灰，永远待伫故乡引情的田园。讲到二姨，就袂当无想到饲鸡。逐摆去二姨的厝，伫门口喊无人，阮就知影伊一定是伫鸡寮无闲。二姨的鸡寮伫圳沟边，妈妈看看仔行担仔家路，阮囡仔无讲偌幼秀，绕过一片桥仔园，沿田华路，往哪行往哪走，叫阿姨。阮走甲屁屁喘的时，阿姨就笑眯眯，徛伫圳沟边等阮。伊伫一顶鸡笠仔，身躯臭毛毛，全家屎味。伊亲像一只老家母，照顾一顶鸡仔囝。二姨饲的是生卵鸡，所以拢是母的。一个查某宿舍有7、8栋，每一栋有30、40间。一只鸡有一间厝。无通像咱人大要求舒适派头，一间细细间仔，翻身转洗就真食力。两条长长切半边的塑胶管仔徛伫鸡笼仔边，一条底饲料，一条生水，就敢若人食饭的碗甲啉水的杯仔。食饭时间到，阿姨照顺时将饲料分配伫饲料管，一只一只鸡母头伸出来食饲料，真侪一致的动作，可能伫家乐、军队也是一张营才看会到，替人感觉真可怜。话讲倒转来，一粒一粒白顺顺的鸡卵就是黄金。二姨起鸡寮，收鸡卵。这几年来，剩有一寡，起一栋舒适的白庄、永福庄，阁请袂少福建人，亲戚朋友嘛定定受伊照顾。二姨重感情，阁不止慷慨。爸爸生理做了无介好的迄阵仔，3不5时就爱甲人借钱周转，问无的时，妈妈就会借口讲要去应征找二姨坐，才偷偷甲二姨借钱。二姨真斗相共，阁干若摕母头钱，讲姊妹仔代无咧计较遐济。细汉的时，上爱去二姨遐，因为二姨互阮过年的红包真大包，趁大人拄来拄去，阮红包撒咧，第日落地仔。就总去鸡寮看鸡仔生卵。我的朗读就到这，感谢。